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从指数看走的还是不错的，截至收盘，沪指涨0.96%，这个涨幅也不小。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数涨2.1%，科创50指数大涨6%。今天一看，那就是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相关的，这就是暴涨，成交量是3.2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3000亿。表面上看都是涨得不错的，但是对散户来说，如果你没有买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个就是硅基相关的股票，那恐怕心里是在滴血。因为今天2181家上涨，3226家下跌，下跌的是多数，也就是大部分人看着指数蹭蹭的涨，自己的账户在缩水。不知道谁把他的钱给抽走了，就这么个局面。还是老规矩，这个散户想赚钱太难了。不过今天日本的股市又创了新高，65000点，今天好像一天就涨了1800点。今天韩国股市本来恐怕也是要疯狂的，因为它休市，也就是全球嘛都在 AI 的盛宴之下，跟 AI 相关的股票都在暴涨。不过韩国那还是不太一样，很多媒体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个三星、SK 海力士员工正疯抢豪车。据当地媒体报道说，财富骤增的韩国芯片从业者们眼下正疯狂抢购豪车。据报道，至少有一家豪车经销商反映，前来选购高端跑车的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员工人数大幅增加。过去1个月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咨询电话，进店的顾客大多来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来看，就是大概1亿韩元以上的豪车人明显变多了，1亿韩元大概是50多万人民币吧，这个不算豪车吧？记者在报道中援引豪车经销商的话表示，我在想，他三星海力士这些员工，他不是炒股赚钱，人家是发的奖金。这个海力士2025年的那个奖金就是最少的是300万，连保安好像都拿了将近300万，那他拿50万买跑车，这无所谓。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规律？如果咱们这边牛马收入好了，那消费也会起来，就是牛马的工资收入高了，奖金多了，他能不消费吗？那反过来说，牛马不消费，那就是因为他收入达不到预期，跟资本市场没关系。他们这资本市场赚钱的这些人，就炒股赚钱的人，他们未必会去消费。就像胡一进老师一样，资本市场赚钱的人，他是赚完了所有的钱，利润他都会当做本金再投进去，而且还要加杠杆。这是2种不同的心态。你在单位上班是吧？给你工资涨了1倍，奖金翻倍，这些人他会去消费。但是你在资本市场赚钱的这些人，他不一定消费。你看今天胡一进老师好像又发了个微博，说他跑到一个地方卖呆的一个大商场奶茶店，反正就点了一杯奶茶，里面加了冰块，就喝这玩意，你指着他消费，比登天还难。这个说远了，我们说散户赚钱不容易，为啥不容易？首先这2天媒体报道说，证券从业者炒股19年亏476万，这可是业内人士，证券从业者啊，那个不是普通韭菜，人家是专业人士，炒了19年，亏了476万，反正比我还稍微多点，我还没亏到这么多啊。不过他炒这年头长，炒19年了。近日，天津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券从业人员迟某因长达19年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股票行为，不仅累计亏损高达476万元，还收到了监管部门的25万元的罚单。大家是知道，这个证券从业人员是不能炒股的，证监会有规定。那他就借用别人的账户去买卖股票，结果被查出来了。你说点儿背？天津证监局公告显示迟某在涉案期间为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自2005年8月起，那比我入市还晚一点，咱们后来是2000年入市的，比他早5年呢。2024年2月实际控制，那恐怕一直到案发，就2024年2月被查到了。实际控制并使用多个他人证券账户交易多只股票，经监管部门计算，累计亏损高达476万元。根据相关劳动合同、讯问笔录、证券及银行账户资料等多重证据，监管部门认定其违法事实，
天津证监局表示，迟某应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25万元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交监管部门备案。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连专业人士炒股19年，这加上罚款，那就500万呗，没了。你是图啥？那你说专业人士都赔钱，你说咱们这样的小韭菜赢面有多大？自己去问，自己去琢磨，你的赢面有多大？不过有的地方别人的面比较大。网上不是有个梗吗？说你炒美股赚钱，只能证明你美股放了钱，但是炒胡适赚钱，那可以证明你有实力，你有财运，你有魄力，你有水平，你有眼光，你有认知，你有耐心，你还有学习能力，你还知道最前沿的科技，你是六边形战士，你在胡适赚钱，但是你在美股赚钱，什么也证明不了，就说明你这个人运气好，你就是在美股放了钱而已。这说明啥？这是个梗，网上的一个梗，说明啥？说明另外一个梗，都是网友说的。如果炒股能板上钉钉赚钱，那么你连开户的资格都没有，你都开不了户，你开户都托人，都得想办法，绞尽脑汁，是这样的。这是网友说的。这不巧了，我看第一财经今天报道，叫8部门联手综合整治非法跨境展业，境外券商无牌经营灰色时代终结，说的就是老虎、富途、长桥。第一财经报道说，经过3年多的持续整顿，如今监管从限制增量拓展到整治存量，也预示着境外券商境内无牌经营的灰色时代将彻底终结。5月22日，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同时设置2年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可在期间单向卖出。监管文件出台之际，3家互联网券商遭罚，证监会同日披露，拟对非法展业的老虎、富途、长桥作出行政处罚。受此影响，老虎、富途股价应声下跌，2家机构被合计罚款23亿元。我看了一下，它这不光是罚款，它要没收这么多年来老虎、富途它的利润，就是你在境内非法开展业务，你赚了多少钱都得没收。那具体的是罚多少，是没1罚1还是什么，我还没看到。总之，第一财经说2家要罚23亿元。说实话，23亿不算多。资本市场迅速做出反应。5月22日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美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美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 27.5%， 报 89.7美元；老虎证券下跌 25%， 报 4.36美元。另据披露，富途、老虎合计被罚没23亿元，2家公司相关负责人也分别领罚，其中富途控股被罚款 18.5 万元，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被罚125万元，老虎证券被罚没合计 4.1 亿元，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吴天华被罚125万元。根据最新披露，截至今年1季度，富途的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占整体客户总数的 13%。按照该公司2025年年报披露，337万有资产客户计算，约 43.8 万内地有资投资者或受影响。另据老虎披露，截至2025年底，公司合并账户下的中国内地零售客户资产约占公司总客户资产的 10%。截至去年年底，公司客户总资产达到608亿元。据此计算，其中国内地客户资产总额61亿美元。这个是第一财经报道的。那么这个老虎啊、富途、长桥都是些什么人呢？说实话，这个老虎、富途很久以前我倒是听说过，我一点都没有关注，因为我很久都不炒股了。那我对胡适都不感兴趣，那对这个美股更不感兴趣，对什么港股，我关注胡适还是因为做节目。
所以才重新关注这个胡适。因为我从2016年吧，还是16年、17年就决定不炒了，斩仓出局之后就没有再看过股市，对不了也不去关注啊。所以我之前是听说过富途，那这一次的话专门找些资料看一看，我就想这是哪方神仙敢在国内的开展这个证券业务？因为你在国内开展证券业务，你是一般的，咱们国内的券商都是国资背景，这个大家都懂。就好比开赌场，能让你随便开吗？那赌场开3个、开5个，完了之后，赌场的保媒拉纤的这些掮客、这些经纪人，那也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那都是发牌照啊，这玩意是要垄断的。所以何方神圣他敢在内地玩这种业务？而且很显然，这个券商他是把客户，咱不能叫赌客，把客户往别的赌场去引，那这显然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看一下，这3家公司，如果是美国的，我就好奇，或者他罚款怎么罚？如果是美国的券商，反正他在国内他也没有资格，人家走了就拍拍屁股走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罚他？你罚不到的，你没有长臂管辖权，因为他本来在你内地就不能开展业务，他连什么账号都不能有，什么资金存托、资金进出是吧？那你怎么罚他？所以我一看，原来老虎、富途、长桥原来都是披着，实际上它是内资。我说通俗点，它的后台都是内资公司，可以把它理解成咱们是自家人，是内鬼。但是内鬼当然了，你软肋都在这儿，对不对？人家想怎么罚怎么罚。所以中国证监会重拳出击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3家境外中资券商。那他们背后的大佬是谁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离奇的创业经历啊，大家也知道，在香港持牌机构，那人家都是老牌机构，你想打进去很难的，人家地盘都分完了。这有点像这是拳师武术到了香港，这是电影拍的咏春，类似这种，你要在当地再开个武馆，那不好意思。很难的。那老虎啊、富途他们在香港搞个券商，那就相当于在那儿又开一家新的武馆，这很难，受到排挤。但是人家背后有大哥，而且人家谈的不是你当地的业务，所以他们在香港啊，居然短短10年时间就变成香港反正是不是最大也是非常大的知名券商，让香港当地的那些持牌机构、那些券商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原来背后都是有大哥。当然后面还有没有更大的大哥咱不知道，我们只看这个网上说的。那么富途背后就是腾讯，而老虎背后是小米，长桥背后是阿里。这么一说大家又明白了，这不就是互联网金融吗？这些人这些公司啊，稍微有点这个气候，马上就要放贷款了，放贷款不够还要去搞这种经纪业务，反正跟经济相关的跟资金金融相关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都要参与。我记得阿里是要在国内收购券商还是什么交易所，哪一家我都忘了，阿里不都收购了吗？要参与嘛。所以咱们的科技公司都是这种，科技上面有了流量之后就开始搞金融。富途证券，富途股权结构非常稳固，背后是最大的标签是腾讯第一大控股，绝对控制，创始人是李华，李华号称腾讯的第18号员工，他持有极高的 B 类股票投票权，牢牢掌控公司的决策权。战略大股东那就是腾讯，腾讯自富途 A 轮融资开始就一路领头，目前是富途的第2大股东。富途在早期流量、云服务和技术架构上都得到了腾讯的深度支持，这个就有腾讯支持，你就知道它为什么10年能发展成最大。这第二个是老虎证券，老虎证券的标签则是小米以及华人背景券商的影子，第一大股东也是跟那个富途一样，绝对控制是创始人叫邬天华，这个人是以前网易有道出来的。战略大股东小米集团，小米是老虎证券的第2大股东。雷军在老虎早期就是 A 轮就给入了数千万元的战略投资，那么后续多轮持续加码，包括唐斌叫元气森林，什么华创资本、真格基金都给老虎证券投资，这些都是响当当的是吧？第3个是长桥证券，长桥证券是相对年轻的新锐社交型券商，创始团队具有极强的阿里系背景，这创始人也是来自阿里，重要战略大股东由阿里高管吴永敏创立的知名风投机构，是长桥的重要领投方和股东。
叫远景资本。那我想问大家，中国证监会要罚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那不是一罚一个准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虽然这3家公司都在香港展业，他们都是香港的，人家港成立，在香港取得了牌照，人家在香港是合法的，现在已经。所以我经过了解之后，我把这里面的门道给大家讲一讲。实际上，富途、老虎、长桥，他们在香港都取得了应该是1号牌还是几号牌？香港的金融牌照从1号牌、2号牌一直到14号牌，它是各种牌照做不同的事情。有的公司把14个牌照都拿齐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有的公司只能拿中间的几个牌。那你比如说做经纪业务，就是券商，那你就要拿应该是1号牌，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查。总之，这3家公司人家在香港是合理合法的，是有券商业务牌照的。那中国证监会为什么罚他？是因为你本来在香港做香港的客户没毛病啊，结果这3家公司啊是把手伸向内地，你把这个市场的客户给捞走了，通过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市场去玩去了，而且那个市场还老赚钱，一去就赚钱了。你说这事谁受得了？这我都受不了。那你说大家都辛辛苦苦，大家都好好的，都在这个市场一起赔钱，不挺好的吗？大家谁也别笑话谁。结果有人小聪明，通过这3家券商跑到另外一个市场还赚钱了，去了就赚，你这买就赚。你说这割谁都受不了。合着我们在这个市场天天被割的这个根儿都快刨掉了。再说了，你说你这些人通过这些券商、这些非法展业的机构，你跑到人家外国去买股票，你已经赚了就赚了呗。他到处炫耀，一炫耀，你说我们在这儿赔钱的，你说谁受得了？咱们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吧？这个大家懂。本来一起好好的说好了，一起穷，一起赔钱，结果有人不赔，有人还赚钱。那有的韭菜他就开始怀疑咱们这个市场也有问题啊，怎么回事？那你说不管能行吗？好了，这里面就要区别一下。理论上你是墙内的人，你就不能炒国外的市场，不能参与。但是咱们还是有正规途径的，那就是什么叫什么港股通，什么 QDII 是吧？就这些东西是有份额的，你可以买基金，这只是正规渠道不够通畅。你想赚钱，那你得让别人从中赚一刀，扒一层皮，就这意思。你得有正规渠道啊，让你去买，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嘛，所以他就通过这个老虎、富途、长桥。那为什么香港那么多券商不罚，只罚这3家？因为这3家背后都是对应的是3个流量大户，一个是腾讯，一个是阿里，一个是小米互联网，它不就流量吗？你要知道这3个券商它怎么把那个就通过大数据把人吸引过去，也就是把3个券商推到你这个用户眼前，推到需要的人的眼前。那这不就是正好这是腾讯、阿里、小米的强项吗？他们有大量的用户，海量用户。你比如说手机，我手机里面给你预装一个老虎证券，明白啥意思了？当然了，这个后来应该5年前或者3年前，有关部门已经看到了，不让3个 APP 在国内下载了，不让用了，也不让有新增用户，就开始处理了嘛。你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了，不能新开户。但是搞了3年好像还不行。有大量的人会绕过监管，还是去炒那些不需要知识、不需要这个技术的、不需要能力的这些市场。这主要是不利于学习，不利于韭菜进步啊！你说你去炒美股，你能学到啥？你除了赚点钱，你啥都学不到。对吧？我觉得有关部门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你说学习，如果到一个市场只赚钱不学习，那你说有什么用？著名的证券人士这个李大霄说，我们沪市是小学，港股那可是大学，你小学还没毕业，跑到大学去玩，你很容易栽跟头。有关部门也出这个叫什么关心，所以不让你们去大学玩。你现在小学水平，他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还有一批人，我知道他是肉身到香港去，在香港开的户。那这种人怎么办？就是说这2种了，一种人是你人就在国内，你在国内通过互联网，你不知道在哪儿下了个老虎的 APP 或者是富途的 APP， 完了在上面开户，把钱转过去开始炒。这种现在是严禁，这种现在已经在2年之内必须只出不进，也就是你在这账户里还有钱，还有股票，你只能卖出，这2年之内必须卖出，给你2年期限，卖出完了之后你把钱转走。你现在不能转钱进去，也不能买股票。如果你钱已经转进去了，对不对？你没买股票，现在不让你买了，也就是说现在只能出不能进，只能卖不能买，这样而且给你个2年时间全部清理干净。在这里我又说一下，这个不是说这3家公司它这个
操作有什么问题啊？他没有问题，他一切都是按照香港什么监管部门，比如说你的钱到他账户上，不是给他了，也是到保证金账户，到监管账户上，不是到富途自己的账户上，不是这样子的，还是你去那个市场给你开的，就像这个咱们在国内炒股是一样的。他唯一违规的就是他没有在国内开展业务的资格，他跑到国内开展业务，这就是他违规的地方。但是谁也在国内开展不了这种业务，说你随便把这个国内的这些客人搞到去炒外面的市场，这是也不容许。好，那你在国内的通过手机通过互联网去开的这个户，那肯定是在情理之列，在这3家券商开的都是情理之列。还有一种人是肉身跑到香港去的，跑到香港去开户的，这种分2种，一种是你是通过你的身份证那边银行账户，你自有资金，比如说你每年不有5万美金的钱吗？你汇过去了，只要你这些都是合法的，那你在香港开户炒没人管，至少目前是合法的。但是还有一种是你编造的资料，你虽然你是肉身去的，但是你是通过什么编造的资料，什么的虚假的收入啊，什么证明一大堆的，那这种也是在打击之列。也就是香港证监会在香港这个券商里面也在查这种用户，你是内地的，你是用身份证去开的号，好，那你查你的资料，你的资料如果不合法，那你也是一样的，要把你清理掉。所以总之说来说去什么意思？我绕来绕去是美西方股市赚钱，但是那赚钱是你能赚的吗？你赚不了，你已经违法了。那么合法的途径是什么？合法途径有很多银行，很多好像支付宝也有那种国内银行或者什么代发的那种 ETF 什么基金啊，炒什么纳斯达克的这种有合法的，不能一棍子打死啊，就不能说。但是这种合法的恐怕也少了，也可能不太好买，你受限。总之这个就说明了赚钱的事情，你想参与就比较麻烦。你能很容易参与的，那一定是非常卷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去从事硅基相关的行业，那工资都是月薪7、8万的，但是你去不了啊。你能去的都是送外卖、开网约车这种，就玩命累呗。你去送外卖倒不限制你，那反正赚钱不太容易。你以前买房子赚钱的时候，他不让你买，要限购限售。现在买房子不赚钱了，他就建议你去买，号召你去买，鼓励你去买，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作为韭菜，不要想那么多累的。作为韭菜，老老实实把钱存工行，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你反正就存工行，你们有本事你们自己折腾去。大家再想一下，如果这3家券商不能在国内开展业务，你不能变一下，他现在属于非法变一下从国内开展业务，那你说这个3个券商还有啥用处吗？或者再换个说法，那他背后的这些大股东还能帮上什么忙吗？帮不了什么太多忙了，是吧？如果他不能在内地开展业务，或者是非法开展业务，少了内地这个资源，那我觉得它价值就我也不能说清零，至少还得再打折啊。所以看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干些啥，放贷款、高利贷，叫人赌博，是吧？总之啊，小韭菜方便的去万恶的帝国主义资本市场去赚钱的这条路就被关上了。你想去买英伟达的股票，你想去买特斯拉的股票，不好意思，你还得老老实实回来听咱们讲故事。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